功夫，你们也猜测。马坡挑夫，可是玩马坡就会假坡、阿坡、马坡嘛。帅哥好了，来我。好。你的帅哥是骑马莎。你两个都安帅啊。好了，你好人到了，夹来。你到旁边做咧东河雪，啊，其实白雪到暗河雪来东西。大家感谢辣吗？感哦，声音感变。嘿啦，他都吃辣妹了，没有吃辣。喂，这个实话不能讲出来。冲死看到太，冲死看天啊！看要學到啊！啊，當我跳學東西呀！大家會看呀！哇，這邊是水果店呢。哇，而且50公克啊！哎喏，哎呦，靠臉吃飯賺臉。哦，真的哦。那可能眼睛也要蓋着，也是要戴口罩。動身體的哦。蹦單，蹦住，蹦住啊！我看你的臉就全會蹦住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感謝民族，太重白跳。今日呢，一條好好老太茶手嘅哈。哎，現在來報名我們的節目啊，哈，有一種特色，乜嘅？就係呢，規場殺氣啊，哦，嘅班長就講，哎，來，你報名一家之主。大家強下跳出來。哎，故說今日嘅參賽者呢，全部會來自強澤殺氣，馬上給他就組隊，直接今天給他們包場。哎呀，這樣子下手要快一點呢。啊，我好朋友嘛，大家。哦，好啦，接下來呢，馬上就要分享到今日嘅評審先生。好，提前來分享到嘅牛涵子，大家好。邱師傅好。再過來分享到係青友鳳邱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接下來呢，馬上就要分享到風吹嘅參賽者了哈。而你風吹嘅參賽者呢，好，來歡迎到是嘉玲姐、老秦們以及歡迎。哇，還落來畢業呢。耶！哇，好，我看一下藍色的一片係來自中辣嘅好朋友吳寶妹邱慧君。第一片未叫耶。而且哈，今日就一下來參加比賽，越來越用心，全部都準備團服，你知道嗎？啊，畢業儀式係因為你時尚係來自畢業社區係嗎？沒有，我小解下，這個來自哪家社區啊？是中壢區芝巴里社區發展。哇，今日唐公主是啥係里長夫人係嗎？哎，姐姐，我本人啦。哦，里長太太，哇！那我大家小解一下啦。對，哎呀，總那要特別有推薦嘛，個一條來老料嘅麼？花彩節為種花，花彩節泡膠啦，當做聲音加搞誒，當做好搞，種蘿蔔啦，放蘿蔔啦。菜頭啊。哎，對。哦，咁呢個咪係強人來自中辣嘛嗬。佢要買嘅好搞好啦，唐公主就溫和感啊嗬。係，我哋喺中辣區、巴黎沙區。哦。嘅鄉土文物館。哦，嗰啲位都唐公主東西嘅東西。生意上手都有。豬牛虎兔龍沙全部有。尤其我哋有米糧，係富貴糧，做到當醬，全部係我哋用禾稈做嘅。韓國到蘇東有禾稈嘅時節，會做草刀、草劍，本身人哋去 DIY。哎呀，哇，自家做得來做。係錯。哇，你看像你下暑假暑節啦，總共都學下嗬，睇影啊，塗點寫字啊，強下來去親子之旅啦。都幾特別咧，佢哋就用咗禾稈咧，編出當代嘅花樣，從家講到韓國有家嘅富貴糧。嗱排睇前面做得來呀，鄉土文物館，叫我來看啊，唔過馬上就會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風流蛋，梁翠會用現代嘅方式接近主要食材，撒點溫馨指定愛做嘅料理。啲之前，唔啲會知道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翠會因為條件中撒變到手腳來唔參麼。還有梁翠冇超多嘅食材，未為咗煮出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多嘅料理呢？最挑機、最神奇嘅比賽，臨時是開始了。哦，又到了料理風流蛋嘅時間，先來請邱師傅表演呢道功夫，有乜嘢菜式？馬坡挑夫。哦，挑夫。係喎。
豆腐啦，一定啦，我们不要再笑羞了。哎呀，但是玩马坡就会假坡、阿坡、马坡嘛。对啊，哎，我堂公，等一下打开了哟，我有先收到小通报，怎么办？比小熊软糖很好等你讲。为什么你每次都收到通报，而且真的都不可怕？因为很爱听他讲哎。我们先来排出一下代表卡。好，马上要来猜拳呢。好，谁要来猜拳？都前面的。哎，他们都往后退一步。往后冲锋音都猜拳呢。好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去问一下。陈明静，我来先选，你想我先那个点的红色。2、3，哦，哇，太乱了。马坡乱给乱，哎，其实不错啊，我觉得没错。对，好来，小小窃喜了一下哈。好，你要出2只蛋啊，你喜欢选哪一只？第一只。好，用口听哦。好，哦，系送的哦。上嘅哦，诚意哦。好，数到3，1、2、3。啊，好硬哦。真紧呢。哇。哦。你有没有试过？我觉得这很好吃啊，马坡呀跟牛年应该会好吃喽。我们待会自己去旁边剥来吃了哈。对。好，哎，没想到邱师傅你今天很幸运。哎，就这么个东西。来1、2、3，啊，這個豆腐啦，啊，冇買好款啊，係啊，冇買韓國硬幾嘢啊！你本身好款就好咧。哎，好，馬上就來金航體育館嘅挑戰。好，一個麻婆，一個做法。特別無用嘅食材，而且今天很剛好，2組都是抽到異食材啦，哈！來看那風吹有星星冇，加油哦！哦，介亂當然咪要善先，不過睇看下牛硬嘅部分，攬住要善先冇？要。哦，同佢呢部做得咯。好，2組感覺呢都已經有想法，按樣去清開，只等兩個感覺走哦，哈！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唱開始。我哋開始做咯。牛硬哦，你要慢處理呀。應該老以前弄。有沒有人拿龍眼醃菜過？有啊，我們有做過啊。真的嗎？做蝦米呢？水果的料理啦。哎，你都節目當中有做過啊？有哦，有這樣整過2次的。有。好了，再看一下今天的表演。那一樣哈，有乜嘅想法冇咧？有哪位亂嘅法？我想講不可以等它溶渣。哦，用泡的係嘛？我做虎皮啊。哎。像吐司天數嘛？哎呦，一就先煸了好冇？煸了好嘅話，等下就記住做嘅水來做嘅。好。啊，用嘅話有想講廿個卵，我用嚟切片嘅冇？切丁塊。哦，切丁。切丁塊卵冇乜生嘅冇？係啊，人家他們嘅講愛做虎皮，看你哦，看你將你自己嘅想法，好切下去了。我覺得剖西粉子應該做對。冇人用呢3隻卵哦，都切不一樣的，就不要亂講。啊，梁生，這個頭擺就做過馬坡嘅料理嘛？全部用豆腐做啦。哦。你好唔識做咧，所以想要請廚師來指頭。好，馬須這樣用。冇計時間咯，你係先鋪起來好嗎？好。你確定？對。好。他們個太極，你要讓我先分分的嘛？哎呦，錯哦！等，你要自己想哦，其他就想法哦。確定嗎？單純這樣沾嗎？造粉呀還是雪粉啊？造粉。那我看你們還有花椒粒哈。好。那個是麻婆麻辣部分，我覺得做在高本師傅。啊，你哋下亂講亂拍粉架呢？唔係啦，等下我攏講，等下佢外加外些要麼將落去煮落去。哦。3天唔拍。我改良是用為時沙強下，談到做啲薄面哦，就炒過來強下樣。佢咪唔啲啊，戇啊，迄咩你講來，你是來啊，迄想講，哎呦，講啲講，哎呦，你按緊張來透露，來你按做，你按下啲哦。你老幾動作會透露啊？透露來做啦。好，我們先準備好，我們大家回來。哎呦，2片手腳合夾個。謝謝啦，我就唔知想我用嘅食咧。你們知道有廚師天數矮嗎？哈，人家還就老記得講，記得講，唔是，人就想法嘞。哇，哦，那個沒有，我現在要來把這個油拔掉的嗎？嘿，哦，也很厲害哦。
看来又走过马坡哦。先不一笑哦。没听都有哦。没有。你们的龙眼等一下有慢处理嘞。花椒放进来哦。不是，我现在想要这个拿来煎一下，看可以煎。哦。看可以煎吗？嗯。等一下哦，好。油要热。油分可能下够掉吼。冇是你等下鋪煎起來我唔好看哦。要煎唔好煎啊。唔好煎不好煎呐。還是因為等下60秒，水沖涼你要鋪粉，等下半4分來做。好啊。但是你看薄膜牙這，我看你這個白牛眼嘅手圖哦，就知道你一定很疼你孫子。用辦法，去籽哈，才趕得上孫子吃的速度啊。我們阿姐還有更70塊來做。好。唔怕。師傅幫忙。哎，喂，孩子呀，拿什麼突然來就來？你口甜哦。好啊，師傅幫忙。好，那你兩三會去敲電，會向下講哦。通關密語向下講。吐司噴素奶。哇，而且馬莎。帥哥好了。來我。好。你的帥哥係指馬莎？兩個都安帥啊。好了，你下人到啦，夾來，我出火啦咯，火辣的咧，呢度過火啦咁個，好，啲人風雪口呢，好涼，破啦哈，涼，破啦，是破啦，你愛買個油，香油，你香油放一下哈，開始了沒有？開始了，哈，你要先按用油溫又倒咧哈，前面是好咧，按一個你等下好嘅時間油啊，然後等下油別是好咧，我哋先來炒了。上虛見呐，這是講個牛年哎，咩地址啊？干摸，因為你喺度破個水分是摸咧，摸嚟佢唔會甜嘛，係啊，就會是叫水啊樣，有點出口來米頭哦。係啊，咩做咧？這個要下了嗎？一個人做。哦，水等下放愛吼，水，你係乜噶？用嗎？哦，你都還蠻切咯，啊，我切死你啦！不是，我有貼在裡面，我想說不要那麼多。水。你當方面，你做咧？當好食，我提起白色都暗好食的東西。大家敢吃辣嗎？敢哦，是你唔敢嘅。嘿呐，不了。他都吃辣妹了，沒有吃辣。喂，這個實話不能講出來。水哈。哎呦，7、3、2。你等下試下啦，花椒油倒一點。好。好，來，幫你自家做哈。好，先忙哦。燈籠師傅。啊，這老蒜頭老姜媽強下切落去的啦。所以剛才師傅講要談清楚嗎？假是摸哦，請看重播。你可能要使用跟梅頭咧哈。那還沒有到吧？做得啦哈。好。我記到。看記到，我做唔得講。看記到好。啊牛眼嘛，可能最尾長落去哈。沒有一點梅頭啦，係啦。這個放下去炒一下。好，我們先過去好不好？放開片好咧。哎呦，卡拍咗嘞。好後悔啊！等下為什麼花椒粒在裡面？給它爆香啊！所以你的花椒粒一點都是辣的，係嗎？好，要趕快講廚師天數眼嗎？來，兩沙強下講通關密語。廚師的棒棒來。一個客語一個國語。做得。加減啊！好加減哈。喂，鹹麻沙。鹹啊！喂，頭麻沙。小玉涵姐，好。這個他拿手的嘛。拿手菜。練一下哦。必須可惜。等一下，這個你花椒先重新練過，這個拿起來。你的肉已經下去了呢。花椒不能一起炒。對。反正我先搞菜乾牛肉粥嘛。要先那個冷油、溫油下去煸，讓它香味出來。做得夠。等一下哈，阿爺牛哈炒開，讓它有一點脆脆焦焦的。對，然後再把那個蒜頭薑，它一炒，炒黑嘞。豆瓣醬把那個香氣炒出來，7、8條油，香味出來。
崩水，让它焖，然后这个蛋把它淋上去，又好哎。葱花最后放，安尼做得嘛？乱。你上土安尼做，嘿，上土安尼做，做得嘛？做得。好。不过这个花椒的部分，要先用那个一包来先煸香吗？对。他说要温油嘛。那等于你那一锅你个油会先离开了耶。哦，冇什么调下哦。对啊，这锅油太多了，要拿那个一个碗。哇，民主的甜熟哦。哦，将个炒饭去香哦。哦，系哦。好，因为溜到两片，还够去烂脆嘞。我再把它舀一点好不好？好。不够油。那你差不多哎，差不多。我先。等下再用锅里锅。可能以后会拜拜客家啦吼。要話擺摸功夫啦，錢財擺擺，係啦，好，睇下摸擺功夫，好，加椒加椒，失敗，我們還哦，頭，大家來看，爛脆外好咧啊，外好咯，哎呦，看起來好吃哎，誒，可唔可以加？我出試看下面。好啊，可唔可以加啲個片梨粉啊？咁樣加。哦。昨天尬不了，是尬啦。我會加，我會加一些些的。哦，一點嘅牛啊。有皮到牛羊嘅香味呢。有哦。因為可能啲味道係甜嘅啊，所以經常。會，很多哦。快變蚵仔煎咯。雞水醬那種。好了。那種冇潤啊，係啊。哪一個關掉？這邊。哦。差不多等下種，你睇香油啊，我淋一掉嗎？細細的。好。嘿。好，那這樣我們差不多了，倒數哦。現場馬上倒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鐵罐地度麻婆內裡啊菜色，哪一組較讚的哦。好，兩出的麻婆的菜色咯，都好兩組都冇出到要煮食材，但是這就是最好評分的立準點啦吼。來試試看下鳳吹嘅係麻婆，水煮蛋。味道不錯，好吃。跟麻婆梅薯條到嘟嘟吼，睇個嘅雞卵哦，真緊要這個長嘅腐皮嘅形容誒。不熟呢有火鍋鍋黑，這醬汁就可以包覆在那上面。味道也調得很剛好。玉米雞你吃了嘞？做的好吃。我們是煮過按有水煮蛋麻婆豆腐，按秋豆有沒有？有一點黑豆，黑豆，唔過煮出來吼，真點又好食。又很好吃，好吃。移動方面你吃了嘞？都好吃。他提起白色都暗好吃的東西。他真的是會講菜的哦。好。哇！呢種白味我跟佢講，我提起白食到啱好食嘅東西，按呢兩叉取到咧。當好食啊，米頭當好食。啊，平常時豆腐卡用埋東西做麻婆。豆腐。就豆腐哦，冇葱嘅，一定沒有用過牛眼麼？唔知。唔好，你一下就攞去試看一下，用麻婆做嘅牛眼。此物只為天上有。哎，冇想到麻婆除了麻，然後辣之外，還做啲甜甜的哈。我覺得這道菜色可以被開發，哎，很好吃。小米雞你吃到嘞？本來是感覺吃到怪怪啦，啊，唔過正件吃到夾個牛眼的肉油嘛吼，按留個豆瓣醬啊，留落去油嘛，有咁味，好食。有咁味吼，咁味好食。香港一下最會講出咖喱牙雞。本來食到個麻婆水煮蛋吼，覺得都最好食的，唔是食到暗好食的，食到了牛眼哦，安眼煮哈，真的只有天上有，真的沒有。今天在我們的迎富送窮廟就有了。哇，你真勁厲害啦嗬！冇想到，自家來講一下。鹹甜，好食。哦，一睇白就撈啲熱菜麼？
要醃過嗎？唔是誒，我都醃出來仲係用牛年管呢，唔是用了生的。哎，真的。冇想到，嘿，冇想到。牛啊，可以做得咯。可以做菜哎，真的，我也覺得這個東西也可以推薦呢，真的。嘿，因為吼馬鋪嚟做料理，基本上係辣嘅。結果用香嘅牛硬來做吼中貨嘅辣圖。好，咁我就嚟看一下師傅到底用唔用到評分咯。好，緊張了，馬上先來請 Q 師傅搶分數。好，好，你下看一下阿福哥搶分數。藍翠師傅。手，來 Q 師傅先搶公平。藍翠哈，牛年哈冇按好表現，一個水分哈，它已經滲到那個麻婆汁裡頭了。啊，麻婆也高牛。7、8烤啊，也香味諗唔出來。紅翠呢，也高肉有也口感。那豆瓣那個炒那個香味有出來，最後它有加一點點調油，香味也甜度哈，又有調整一下，所以讓那個水煮蛋的那個香氣扒在上面，風味會比較有層次一點。好，阿峰哥要埋冇強用嘅想法咧。好，其實吼，我國嘅本屆藍隊吼，我想法是講吼，佢介豆瓣醬、撈介花椒粒，弄到挑到凍好啊。是因為講介豆瓣醬有炒過，佢香味會出來，是正常的安用甜。啊，我本嚟片吼，風台其實講吼，佢介大豆瓣醬曾經下冇炒到，介香味下冇出來啊。另外甜食可能調有加香多。豆瓣醬強多，要個果還蠻樣啦，兩片當做當好啦，先蒙一下。好，今日兩組個個都得到1分，啱過三下來看一下牛鹹雞肉嘅表現，也嘅正統嘅麻婆豆腐。耶！好，而且就是想來看一下，到底麻婆豆腐用嚟做，因為頭前呢。特別在處理花椒這一步的時候，大家好像都有點疑惑哦。搞本地人用鹹師傅，我們先切一個新香料。哦。大概看你切姜媽的時間，你都會先給它切成正方形、長方形，比較不會跑掉。哦，切媽哦，要切末對不對？對，切到吃起來有跟沒有感覺。有吃到那個香味，但是盡量不要吃到那個口感。好，三下來呢？三下來就是我們的蒜頭。沒有強用切到太過深度啊！哈。這個時候那個機器很好用。沒有，就拉一下。大家有看過嗎？有那種懶人機啊。對啊，有。所以大家4位都是勤勞的人啊。啊，辣椒誒。辣椒哦，哦，但是牙膏是朝天椒。哦，可以辣咯，這樣比較辣。你跳須我也不愛食兩套菜。按你嗎？我唔敢食辣呢。按你嗎？大家敢食辣嗎？敢哦，聲音敢聽。嘿啦，不了。他都吃辣妹了，沒有吃辣。喂，這個實話不能講出來。因為問題就你問金嚇。好。先生。我有問題，各種嘅豆腐圈做咧做麻婆係冇？像百葉啊，也係芥蘭豆腐啊。牛眼都可以了。啊？對啦。牛眼都做得了。沒什麼不可以的。切細渣嘅哦。那我們現在練花椒油。哦，你一步驟要看清楚哦，因為家下兩組可能嘅麻嘅味是冇出來。呀，沖死看到睇，看天天啊！看要學到啊！我當我偷學東西一樣。今天我哋做嘅菜名按度，食呢嘅酸甜蜜。剛才有合音哦。我們先把鍋子燒熱，對，熱一點點。那我會帶一點點香油跟一點點沙拉油。兩組家下都用一般嘅油來練。咁講你係用香油加一般油。比例油嘛嘅我教台嘛，
熊油2，沙拉油1。好。你讲是啦，其实基本做咧用该辣油啦。哦，正宗该川菜时，该辣油啦，系啦。这边就是重点喽。要种田多咯。162吼。温度冇冻够哦。不高。他们都中火。从吉安坡是有让优势下去咧，因为你从高温下去，佢无超过10变快。会苦掉啦。你弄低呢哦，懂厉害哦。18有5度诶，好，我们再稍微降温一下。哦，有好多就要降温下来。跟老师讲问一下，你会做个肠旺呀，强壮了，安用就会先比爆香呀。嘿，练一下。用练哈。安尼，用米差不多出来。一样是给它练香，等它热一了，这样一煮出来了，该肠旺啊。看起来树木一节咯，东西换血肠旺。你想到个你的例子啊，全部绕肠旺就相关。18油，中地用也油吃下不落去啊。要符合。哦，因为你下会大火炒系吗？冇，中火。哦。其实家下就提点个风吹的，跟肉啊，哦，肉都会擦蛋用。这个是比较传统的做法，要让它那个绞肉有点吃起来咔吱咔吱的感觉。哦。嘿，可年同唔是那杯是咧冇熊桶，好冇？那杯要快一点。对，其实按对，不会按切。对对对。哇，用梅哈，越烘啊，用表，不要急。有吗？有，点表出来。那我们就把新香料。哦，姜麻、蒜头。那也个新香料用米18出来。有哦。有。葱白，还有辣椒。我们就下去。哇。辣豆瓣酱，放一般就好诶。你听我炒豆啊，你看，个冻瓮又控电。很香哦。那个辣味出来，好从家豆瓣酱就有炝过到去炒过，佢嘅味道就会出来。一把酒，唔可以加水加酒哦。哇！啊水。哦，豆腐了咗水在上外表。因为冇通过，没有用盐水烫过我们的豆腐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放在锅子里面，慢慢让它收汁。哦，你下忙挑梅嘛？等一下，不必提哈。那个花椒油要最后放，所以唔得太早放下去，那个香味会跑掉。师傅建议差不多1滴油啊，让它有一点点稠的。也挑过改时间。好，好。这样是好嘞啊！那个米头哈，差唔多诶。做菜时候用灌油啦，对。加系调油嘛哈。调油。放点糖。18桶，来中和它的辣。那个贴肤哈，我们要用剥的，才不会破掉。现在差不多收汁，差唔多诶。好，那我们把我们的。葱花哇，好棒！这个某条1分钟，天哦。然后我们的八角油、酱油啊，你痛洗就好了呀。等一下，起锅的时候再上。来，又好哎。哇，这个电锅不煮个5杯米哈，说不过去。好。最后我们再淋上一点点花椒油，因为那个香味会留在上面。哦，好嘞，麻婆豆腐，按钮之后 C 咯。正统嘅麻婆豆腐，睇起嚟有好上色么？接下来吃吃看哦，真的很赞，而且米头肚厚，唔会跳汗，这真的要蹦翻身。那种麻婆豆腐哦，做嘢做到很轻松哦，唔会跟梅头冻创真咁简单。东后生，吃到老人家做麻婆会叫米妈整它，米都唔得老先生比啊，嫩嫩好豆腐啊，嫩嫩
金麦讲料理的嘉玲姐，你觉得呢？当好食，豆腐啊就熱梅啊，當好食，好食。好，來看下南翠嘅阿姐對師傅嘅評價。椒麻那个米吼很香，现在要学到师傅了啦。當然是啊，學到精髓哈。对，是。非常好學。不過師傅攞嘅豆腐吼切到吼細粒，所以都按短嘅時間地位度，去做啲熱梅啊，唔簡單。因為有時間限制嘛哈，所以鹹白做啲轉移不開嘅時間，有限做啲按用熱烘慢慢煸，熱烘慢慢做。阿鳳哥，你知道？俺那無錢的想法可唔咯，佢個絞肉，撈個豆瓣醬，撈個花椒的梅頭，全部都一層的層次，所以整體上已經動火色。邱師傅果然就係邱師傅。真嘅，而且家有表演嘅炒天椒落去，唔過呢是無像大家想嘅按來咯，其實佢動嘟好動本火嘅。總共一記也係邱師傅嘅料理，我練到來就會變做兩不卡米西哦。頭前係一比一嘛吼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做下國家料，強用日出料理，大家都會注目強用嘅料理方式。兩處愛啲限定嘅時間度，發揮自家嘅好手藝，完成具體嘅菜式。到底兩處會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帶你強下國家料咯！好，我相信呢現場嘅姐姐，還加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都提講，其實呢都過年過節嘅時節啦。其實不管係咩客家人，喺時間呢都會拿下嘅三鮮，包括有埋椰、豬肉，還加有魚肉，用下來精神，來精神啦。代表人講拿清好嘅來基本祖先，然後神明安呢。尤其個地北度，剛才就講到豬肉哦，動用於百姓嘅時節用係五花肉。不過五花肉按大條，假使食唔聽，用假啥咧？所以你阿關頭就會問一下國家吼，到底用辦處理、用辦調理，你阿隻五花肉。唔錯，故所呢，今日嘅主題呢，就係一個三層肉，係有10個嘅三層肉哦。因為精神嘅三層肉，我選10個嘛嗬。嗱，記得係咪有所以是咧鹽老酒？10個故所有嘗試，切得。直接來食就當好食咧，對不對？好，不過按樣用嘅來變化呢，你下睇就看啊。先來問看下風吹用一個10個嘅三層肉帶來嘅料理，都乜菜名？客家炒肉，客家炒肉哦，哇，經典呢！我真的覺得我們要帶飯來，我剛剛要麻婆豆腐，客家炒肉。不過兩位姐姐不開客家炒肉有乜嘅冇叫我蔬菜冇？煎白吼。該種下吼，冇人要錢，這樣吃豬肉片，韓國豆腐乾，然後該天啊就種該筍啊、蔥啊，炒，啊你啊吼生活水準係好點，不用油係啊，用嘅較貴吼，係啊，頭擺拍卡就有豆腐乾，竟然拿出客家精神嘅料理嘅啦吼，風吹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這邊係傳統嘅客家料理，你看下南水呢一片厲害了哦，單聽談個菜名哦，就會嚇聲音哦。預備，今日我哋做嘅菜名按到。假妹妹酸甜蜜，剛才有合音哦。那個布農族嘅八部合音。假妹妹嘅酸甜蜜嗎？係啊。但係旁邊誒，到底做埋東西有不應係期待一下。我了解一下，昨天先偷偷的透露一下，在地北度有買秘密武器。因為你啊，係百香果嘅季節哦，好啊，我就想說百香果其實是一個酸甜的蜜啦，所以咧跟多豬肉咧就覺得批住解膩啦，解膩又開胃。所以大家睇得出來哦，該酸甜梅係從哪一片來的哦？水果，最尾一關呢，等下個比賽吼，台上都有講哦，吼，有信心冇？有！哇！有！哎呦！最杯米館可以說是拉鋸戰咧，因為頭前呢都會得到1分，故所呢最杯米館飆起來咯，既然係攻殺期吼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快啲！沙可以繼續咧哈！哦，我感覺到火藥味了。有啊！對，因為頭前係1比1的發，最後面他會發現到，有差了，太這個
虽然係強殺機哦，对，而且呢，亞冠已經冇嘅廚師天數矮。好嘞啊。對啊，所以看一下記得誒，家下個三青用啊，應用版來做。好，來，哇哦，哇，兩個酸的很強哦。等一下，李總把咪總算愛來徛到誒，嘿，亞出出你就會做啦吼。讓他衝死看到胎，衝死看天天哦。看有學到啊，還當我跳學東西一樣。你是不是都看一家之主啊？嘿，現在我就是一家之主了。哦。哇，小米姐啊，吼，看人三層要結獎誒，我已經覺得可以揾結獎來食了。你看人家配音嘅部分，哎呀，對啊，見過以後，又有見過沒？對，嗰邊個，邊見擦擦。哦，哎，佛蠻少哦。沒關係。那個他已經說了，你出色做到胎，這個看到胎，看到胎，大家會看呀，哇，這邊是水果店呢，哇，而且你是幫嘅啊？哎喏，蹦班，蹦住，蹦球啦，我看你的臉就像會蹦球。沒關係。那個他已經說了，你出色做到胎，這個看到胎，看到胎，這個是老媽媽傳下來的，我們不能改變。好，就該注優啦。哎啦，將該要係白頭腐飯，我度圈鉗啦，黑煙啦。好，所以你都要等一下嘅客家炒肉現在第一下，對，冇好見到木頭誒。咁個唔會改老人家嘅口味。不能忘了。我們等一下再回來。你一下在試吃的時候呢，哎呀，這個味道真棒。哇！好。我攞去看冷水。哇，大家我看呀！哇，這邊是水果店呢。哇，而且你是幫嘅啊？哎喏，做浪攀的嗎？切對半就好。对這樣怎麼辦？你都會做浪攀的啊？对，嘿。哦。啊，昨天老大家小改一下，你們有賣什麼水果？百香果， OK 手，還对，有咧，水梨，水梨，那片嘅水梨啊？ tomato，哎，要提渣又要蛇渣嘅，嘿，哇！你喺擺盤呢啊？做飯係麼？嘿，好讚哦！啊，嗰啲背對嘅東西咧？這裡啊，哦，要先剪水梨哦，冬瓜呢，凍瓜。冬瓜，蠻特別啦。哦。啊，佢三層肉有10個誒， 10號嘅啊，有每一系列嘅也鹽也米酒也都有，還有爆泡菜哦。哇！哎，阿姐，你老台灣嘅最好食嘅水果啊、雪菜全部包起來呢。乜你想到誒？來記。你平常都冇安樣食咯？嘿，哇！什麼意思？插花嗎？好，哦。會嬲哦。所以鵝背皮係成日瓜，拋到撲撲。這算是功夫菜誒。對啊，誒，拋到眼旁唔會斷鐵咯。唔會，依家成日瓜係用刨刀刨嘅，係嘛？係做得拋半嘅裙入擺麼？哦，做得，表現一下。做得，好，用幫你拋。哦。這樣弄起來，哎呦，哦。哇，誒，撲到撈幾強用呢？啊，因為做得西式擺盤呢，哈。他停不下來了。好嘞，越來，我拉嘞。原來這個會上癮。對。幫你泡泡看到嘞。誒，阿姐，啊，演戲咧時節做乜個兩片啊？這樣子的話，吼，較薄會多啦。哦，啊，你用太呢掛住多啲啦。米湯冇量，中央冇中央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大家個都進來哦。好，加油！你泡乜嘅？哇哦，你從咪出來你哦？豬油啊！豬油調到嘞，好讚哦，那個豬油哎，帶回家吧。係咯，阿姐咪要顧到該葱短啊，他老該豆腐乾啊，中央係差唔多葱誒。而且你大家看到我們的蛹哎，以前哦，很多客家小炒的，緊炒，唔想緊炒，唔想甜嘛。那你會覺得我太吵嗎？不會，你繼續炒，兩台炒越炒越炒越香，嘿，兩台菜看到凍簡單，其實冇簡單。冇簡單。哦呦，哎呦，靠臉吃飯賺臉。哦，真的哦，那可能眼睛也要蓋着，也是要戴口罩。哦，蛹哎，我弄嘛，差不多咯。
差不多了哈。看看我们的蛹哎哦，哇，看到你会开心哦。它是慢慢，它会慢慢圆起来哦。还弄花嘞，哇，切发嘞。哦，安台地。不会，它卷基本他刚因是啦，太地了啊。哇，等下一人有1块吧哈。一天哦，可能还分得到2片呢哦。我就知道鸡毛欠欠啦。啤酒，你讲爱败家啦，你讲爱抬价啦。哎，做嘛该不安样讲你？讲爱切落按台地啊。很棒啊！假是走胜利啊！我想去台地，这样会建议了呀。对啊，建议了。跳牛，哇，客家草鸟吼，可能国家客家人都会煮，不過國家嘅美食全冇強咗。酒呢？酒就㗎。你有酒？先给他焖一下。你有啉酒的啊？好对香。啦，有了，放好了。啊，你有加啲嚟唔他的盖啊？等下啦。啊，对啦。太赞了，也差唔多的啦。对我们先过去，好，來，哎，用到这个。哇，哇，第一片揭發漂哦，亮了吧？这艺术作品哎。改片做嘛改？揭嘛改？我把那个番茄放在那个盘子。哇，哇，用完功夫哎，你迄你下去地位多家军班又高哈。我们是妈妈班，不是家政班。哦，你就係媽媽班嘅班長。哦，黑啦。哦，媽媽班會做嘛事情啊？客吧。没有嘞，我们到冬天的时候哈，一次都蒸好几10床的萝卜糕。哦， 30-40床哦，一天呐。哇，应该小番茄有切小白兔的啊。冇，底下点面档哈，就拿底东西。这个就是我百香果的也出百香来。果很好喝哎。那就挑狗吗？这个没有呢，原汁哦，原味的呢。哇，哎，这个真的很好喝，我可以帮你把它喝掉哎。好，我们的木中妹款了解，还款了解。好，差不多了啦。我们来倒数哦，好，天草马上倒数10、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下最杯面一罐，擁有10個嘅3層肉編發出嚟料理，奶煮較沾到哦。耶！也嘅哦，10個嘅3層肉呢，喺客家人都編發料理嘅時節同經典，客家10個嘅肉未共用。今天先來試試看下你捧出嘅客家炒肉。因為冇去比賽啦。哎，真挺牛逼的。而且重點是我剛才本來想說，給跳不管我不用都懂紅單獨標，會不會沒有那個脆脆？其實它這樣子很剛好。你看兩個油啊，兩個按推到肚肚吼，先好先，要蹦班，要蹦酒，蹦酒啦！我看你的臉就像會蹦酒。那你姐之後呢？对呀，他刚一跳啊，讲蹦酒就人啊，然后食酒，然后下酒菜，真緊好選誒，因為吼可能用大火來炒吼國家獨白，我用電磁爐做得炒到硬好食哦。而家自主10年以來提一擺，你太誇張了，太誇張是不是？老記到按我講後色都唔會講吧，香，魷魚有嚼勁。不過用炒嘅當好，用冷盤嘅，我冇聽錯過，較好厲害哦，結果你食看。蜜桃懂咱们的，这本 juicy， 会有加一些，是不是有调味一點辣椒還是胡椒粉之類的？不是有冇單純的甜老酸甜甜？講下樣版講，還是會講過唔係解膩開胃。看冇按呢個呀，哈。按呢個。没啦，给他青咖到下面吼，全部炒就干音啦，有港米嘛？港米，好吃。好吃啊。真緊好選，因為尤其聊下安眼，天氣安眼哈，你要走的小朋友啊，放學的時候下課的時間走的本地學習家，又營養沒咁便宜，真的好吃，很健康。動厲害。食到你講群，清爽，吃的還想再吃。係啦，酸甜味啦。結合傳統嘅口味，又夾上咧非常創新嘅做法，我到底師傅嘅想法形容俾你，夾幾多看哦。好，今早的時間。
到了，马上先来请邱师傅抢分数。好，两下阿峰哥抢分数。邱师傅抢公平。我先讲风水，风水吼，又把客家炒肉吼，也个猪肉的香味同挑不干，也黄豆的香味又剪出来。不过也米汤吼，才失败，挑油的香味。南水呢，伊的水果有当季，甜蜜、咸蜜、酸蜜都来自于水果的鲜甜味。那加上今杯的主题是长成肉，沙贝猪肉的甜蜜嘛又出来。今杯伊有用的泡菜，有把这个猪肉的甜蜜、咸蜜又提出来，所以我选蓝队。阿峰哥对你个酱奶奶酸甜味啊，有嘛建议咧？我的建议是讲吼，你做在该五花肉切片切头的时间，放去煎，不是用油，就去煎，煎到该恰，放去该3千会发挥到淋漓尽致，佢的味道是会焦香味会出来。还有点哦，冻大蒜该7千叉油毛，不是讲摆盘控，你咪做咧切油，咬到个百香果。也地位当酱汁，其实都还有丰富性。是政策都安用停，其实你动有创意。安该无本该红队其实想法动简单啦，其实该客家小炒可能要动简单，不过佢一千都去炒，佢所有的味道都有调出来，是安用停。新梦。好了，故说呢，布卡迪都係講有精神過後啊，一個3層肉，number 就唔是小個，唔要用來變化做料理嘅。不過比賽已經出來，馬上出來頒獎咯。耶！好，強炸沙琪哦，同心來參加比賽，今日2組也當強心哦，都會得到2分，都可以打頭名哦，恭喜！恭喜！再來恭喜馮水得到1000元嘅價差金。哇！恭喜！咱最了片面係2500條嘅加財機，恭喜！你們是很平均的實力耶。係啊。都沙琪地度哦，講真的。現在唐坤啊，球迷記，我想要緊張嘛哈，後來就越來越順咯。好啦，他講一下。然後緊張唔會啦，但是當有該當很多有冇來參加呢個節目，本來都有學習嘅機會。啊，跟馬普跳舞有好起來嗬？有，然後終於做得好做坤啊！恭喜！嘉玲，好，老太太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心得？啊，在這邊感謝吼，咱啲教製組嘅製作單位本來都有只機會吼，來學習啊，到了吼動身模啦吼，謝謝。恭喜！哦，咱出個阿姐吼，非常嘅撒網老認真，哦，禮拜參加就買心得，攞大家分享一下。希望伊今日客家電台本下啲了來參加了同歡喜，識到按學識嘅東西，坦白有機會過來。恭喜！好，怎麼唔該？到客家電視台叫我做節目吼，讓我哋學習當多，坦白吼有機會。我來嗬，我哋各位來學習。好，恭喜！啊，其實呢，今日真嘅，也係沙琪嘅理事長嗎？理事長理事長總幹事，他全場都在批的。你剛才在場外幫你們做記錄，翕相嘅哈。真嘅呐，沙琪嘅講同時嘅話哈，就會煩惱，都要特別睇起來就會歡歡喜喜是幫你哈。因為真歡喜，所以邀請到巴黎沙琪來到節目當中分享好料理，想講迄都巴黎食材係一件幸福嘅事情呢。所以你下做咧看一下，你嘅隔壁領袖吼，唔單嘗試在做隔壁領袖聽聽哦，還做咧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係啊，超等來日到畢業大都市呢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